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面，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定求要嫁予约瑟，总是约瑟还未娶伊以前，却听讲伊对圣神怀孕的事，因为约瑟是一位义人，伊毋爱将即个代志公开，要想暗暗啊，甲伊解除婚约，将伊邀得考虑时。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，对伊讲：约瑟代笔的予伊啊，无得惊，伊就带玛利亚进门做伊的某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来的。伊要生一个囝，伊就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做救百姓脱离因的罪恶。这个事拢正。是咧应验主读先知所讲的，迄个在媳妇被怀孕生囝，伊要叫伊的名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咧。约瑟困醒起来，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，带玛利亚过门做某，无甲伊同房，到伊生囝就叫伊的名做耶稣。